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宋景娥，欢迎收看下礼拜一客家新闻杂志。农村一下家家就村到老人家位，每日好听做事，已经是讲到为粗小的问题。偏东里埔的东片村就有一群农民面对这个问题，罗前百度想出办法，共下合作成立的全台湾头一个农村间的社会企业，屯庄度8间的农场嘅资源整合起来，共下来行销。卖菜地出产的青菜果子也到农产，打造出东片宝石村的品牌，希望向后场的归来农村，同时每屯赚到的钱拿出5%来办派社区照顾老人家，希望东片村会是一个确实实从真实样的兼加建立的宝石村。打造路灯限定灯的天下网太公，农场度一群桃园70万岁的老人家已经准备好些爱做些嘢。你都真係喺爆燒嗬？呢一台嘢。哦，20幾啊？嚟，你倒一杯。想買一條道嘅，今年80歲的邱新勇，在個幾下粒高麗菜過後，起早被一條一條過金頭的牆梁，還見成水，食材很正哦。所以讀幾樣？我讀幾啊？20幾啊？你吧？另外一片鄭秀珍係負責熬包小，農場度除咗包小高麗菜，還有山葉菜、吊菜葉同結頭菜一道。因在冇啥農藥，有時節還會看到有蟲嘅。上手嘅嫩嫩呢？有特別係屏東里埔嘅東片村嘅共享農場，生產嘅農作物都唔使錢，提供本社區居民來使用。擺喺廚房位啊！針對天橋巷摘下來嘅青菜送到社區發通中心過後，就由蘇婆伯妹沙丁來處理。200都有18塊嘅啫。有人撳冇啦摘到位菜，田地拿來煮，愛保留最好嘅味絲。一條食物其實係味道定下甜嘅老人關懷針發通來準備嘅。但人哋要學到嘅。一來到先幫協鴨，一群老人家田地跳早操來村站筋骨，還有專業嘅醫療人員同大家上課，增加保健嘅知識。按普通嘅老人家發通，係個冇前面來路，那有垂跳來攀。本地田地嘅發通，去年代又開始攀呢，也出口嘅意思東片寶石村公司嘅支持。由中嘅度8間農場共下合作，刺通成立嘅東片寶石村股份有限公司，係全台灣頭一個農村型嘅社會企業。營間公司部分嘅利潤分配本社區，關心菜地，希望東片村就會有好嘅循環。一對農場出來提撥生牌嚟到寶石村，寶石村嘅生牌做乜嘅呢？因為5牌嚟做嚟設計。福利作為嚟社區回歸嚟社區做福利作為對嗰度嘅福利線嚟做，尤其老人家。我放槍，我放棄啦，我哋做。總喺度嘅人口比例，3股會有2股係老人家，所以研究天先對增加老人家嘅福利來做實施。更加安尼運動講安尼吼，真好。安尼以前都細都做細做到太陽，做到老，啊更加老誒，冇做誒。安尼講好吼，應該一定好生得出來，再大家有用藥出來，再開始。安尼嘛希望講啊，對上個社區吼。
大家有帮忙，所以老人家路的路那可以出来天数安尼，大家人强下来做做变成功了。条蛤蟆要使伫东片博沙村，也想法是过单纯，总系对为一群工作人，想要为家乡付出，又唔知要对哪做稀事。经过专业的建议过后，加建个有规模的农场，决定要整合行销资源，强下合作来成立沙菲企业。也是先想办法，为照顾的农场有钱赚，再个不掉的利润来补助社区。安尼对家乡的照顾，总是得长长久久做得下去。我哋既然迄个社区生发的后生的，甲社区的老人家有安度，甲迄甲中讲吼，他个人调风入来买东西的话，迄可以回馈18本社区，安尼迄quite好的事情啦。又过后因为加上给请学校的先生来辅导的时间，伊如讲也如迄社会企业的概念啊。嗰所以係因緣巧合啦。他家有心因為這家老人家落下睇啊，他家來照顧人老人家，喺幫人老嘅人嘛，佢嚟享受啊。所以他家人佢支持也放，所以我哋一拍即合。把一个农村打造成社会企业，因为它同时解决了很多问题，包含青年回流的问题、老人照顾的问题、弱势照顾的问题。我想说这部分呢，如果有企业能来整合的话，因为毕竟政府出面有不太适合。如果社区发展协会来出面的话呢，有时候协会交接可能会有断层的问题。那以公司方式来运营的话，我想比较能可长可久。公司会按到东片博沙村，係認真quite豐富的農產品，希望用金娜娜的野名嘅來做生意。主要是我吃了他们一些水果之后，发现说，那个水果都很有光泽，因为都是有机的为主嘛，黄、绿、红、棕、紫、黑。先定义6种颜色的水果，比如说黄就是我们常见的凤梨啊、芒果啊、香蕉啊，然后绿就是诺丽果啊，棕、紫、黑就可可这个部分桑葚，我们是把它整合起来。一点点风又睇点嘅莲雾，包装好些，调等公司品牌来卖。因正社会企业嘅理念，过上年产品价值未合理，2018年参加嘅甲虫证书会，成绩都quite好。像嗱講去年咧，我哋黃梨啊本盤啦，我哋豐隆果太子爺也就本盤啦，但是我哋有我哋這個品牌通路，我哋有我哋這個展售嘅也就形成，所以講對於我哋農民嚟講，佢冇受到一品牌影響啊太啊。我哋係要基本嘅一啲術業，唔好講本他嘅水平冇貴啊。從外種代表10多年嘅強復會，佢哋家鄉過後，地度卡被變農研度，種嘅軌道放強化。水風車咧全部都建嘅。鐵梯類嘅鐵梯類。我療法嘅啊，有幾類非常容易出來建。個藝前啊過嚟啊，出去是條路嘅時間，綠卡睇人沙龍一點二係綠卡嘅，嗰時佢喺度有想講，係有機會也好，都進來向下綠卡附近嘅上班嘅話，喺度睇好。他嘅時間攏強勢嘅。一期每8個公分嘅放強化。雖然唔係花費市場度接上未看到嘅花菜，不過近幾家出國個市場需求大，應該已有生意好做。因為我見家目前啲種風強化嘅後生嘅一批也好，可能2、3個後生嘅種，伊嘅10多年來長期嘅問題就係伊嘅品質冇問題，量冇問題，但是市場需求完全飽和。主要出貨到鋪賣市場嘅風強化，雖然貴少有機會調等東片博沙村嘅品牌，不過對強復會來講，間種嘅都好嘅人強下打拼，種嘅就會見來見好，對伊來講也真係價值。因為每個人攏小農嘛，小農其實係愛你講天使採訪還是講。你做個大型嘅展示時，其實有困難啊。但是你睇個人拍起來，睇個人犧牲一些時間，都各有機會啊。
8下来。南外一个钓古尾日饲用面，一切都无离开东片村。几年前就开始传统沙期过错尾仪，也觉得像意思几3年，能力有限头，不能发挥其他嘅效果。用一个人的能力做唔到，咁不如要用团队嘅力量来结合起嘅，可能来打出嘢嘅品牌。個要自家賺錢嘅後生嘅，變一就要算農企業，向下來經營也一塊時間，應該相對嘅可能政府嘅資源也方面也會更容易取到。可以講人家突然很回我，佢說也在新玩的第2個分株，我安太可。他說這個到明年就開花了，哇，太棒了！為到會做到博沙村的中心價值，友善環境，辦配沙期，工作經驗貴豐富嘅飼養們，係經研究有機耕種，能夠以咩技術種是嚟加工嘅農作物，從係努力同鄉草一道，希望內部無各自出生嘅時期，安尼博沙村公司就會行過問題。我係有一啲問題嘅樹葉，問題嘅樹葉係唔可以去做其他公德事業嘅時間，也如果容易。我所講農企業方式，如果社會企業，第一如係講，我去讓我同後生嘅幫你來，又可以嚟傳承。第二有得到嘅一個財力嘅時間，可以照顧我哋太人啥，甚至去加俾所有村鄉嘅一條老人家福利。嗰種嚟講，喺一啲產業做起來嘅時間，應該該多嘅做法同觀念。應該都可以改變更多年。你把寬的拉緊一點，那細的你把它放鬆。哦，來，對啊，這邊3顆，這邊3顆。博沙村成立多幾年lang嘅，還係經起次，愛用嘅村內將會變到韓國好。隨通福利化沙期，除睇在嗰盼老年關懷站發通，也未跟村民規劃休閒課場。將喺個禮拜都會有為瑜伽課、編織課，都關注村民嘅歡迎。個幾方便咩？你唔是最像安尼年紀嘅，唔出去老闆上課嘅話，唔都有一點困難啦。像我這種年紀，你要出去外面的話，騎摩托車，我會騎摩托車啦。唔過吼，有一些邊啊國家呐。按年紀都安尼呀，我可以其他出去啦。廿一部嘅博沙村韓國3萬隨通在錯嘅路景觀6米8，希望村內嘅生活環境會韓國好。從一條流過東片村的太準橋，歸舊無年去治理嘅，我就係特色。今年博沙村的人搖搖悄悄，有村民向下去掃打態度，韓家前太準橋，而主編就加歸強烈嘅。針對農村的生態成分、人、土地、韓家農作，分別來實體目標，鋪設鋪條來做。也為1100年的四種頭，也有可能一下就變做全國的好用嘅。長期呢，但也成立嘅客行來也做出一個成績嘅，而係的嗰啲好種頭，那真是符合我哋啲嘅全國的農村嘅社會經驗。也可以做示範，拍得種可以來學，我哋嘛個演繹來分享俾大家。博沙村喺全省各地可以陸續翻版成立。我常講說寶石村，我名字就取得好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內心就是很愛這個家鄉，就跟寶石一樣。所以我現在對外講說，寶石真的是，其實它指的不是水果，指的是人心。總會都為你細者為細者，路為路，無嘛發展。也啲田種下規條會看到嘅困難，東片村沒有。不過一條村民並無怨天怪地，係間大家人嘅能力是合起來，用心來為總嘅打拼。韓家也沒相信，無論會遇到乜嘅難題，
总共伊个好汉上尾帮，五子神阡有力量。